國際社會去交代。12港人被送中呢一件事，當務之急係要希望可以將佢推進成為一個國際嘅議題，令到國際社會都持續關注住我哋12位手足嘅情況。錯㗎啦！咁中共到時咧就一定要公佈佢究竟係放人啦，定係正式去拘捕佢哋。如果係正式拘捕嘅話，究竟係會用乜嘢罪名？會用輕嘅罪定係重嘅罪？咁大家都知道，中共眼中係冇法律可言嘅，佢哋決定用乜嘢控罪去告，全部都係政治決定，係好視乎國際上嘅輿情、國際上嘅壓力。所以未來嘅呢幾日非常之關鍵，懇請各位一定要參加。要求釋放12港人嘅全球網上聯署，大家可以喺我哋義工手上攞份單張，上面會有 QR code 咧，俾大家可以跟住嗰個網站去參加呢一個聯署嘅。而如果你有2分鐘嘅時間咧，亦都懇請你可以埋嚟我哋街站呢一邊，可以寫一張明信片。咁我哋18區都有好多公民社會嘅朋友，而家係收集緊呢一啲明信片，我哋就係希望咧結集幾萬個香港人嘅力量咧，可以一次過咁樣寄上深圳嘅鹽田看守所嗰度。相信大家都聽過中國嘅黑監獄入邊係點樣對待嗰啲維權人士同埋政治犯，各種嘅酷刑、各種嘅嚴刑逼供。但係與此同時，維權人士嘅經驗亦都話俾我哋聽，越大嘅外界關注，甚至係國際關注呢，就越能夠確保到呢一啲被關押嘅人喺拘留所、喺看守所入邊所受到嘅對待係唔係人道嘅？咁所以懇請各位，我哋而家好需要向深圳嘅鹽田看守所施壓。咁正因為咁呢，我哋會有呢一個寄明信片嘅行動。咁相信大家可能都清楚，手足其實真係未必會睇得到大家寫喺明信片上面嘅説話，但係明信片嘅數量就可以清晰咁樣顯示俾深圳嘅鹽田看守所睇出，香港究竟有幾多人係會鍥而不捨咁樣持續關注呢12位手足嘅下落。咁所以懇請大家有時間嘅話呢，埋嚟我哋街站呢一度可以寫張明信片，咁等我哋可以將佢哋呢一次過咁樣寄上深圳嘅鹽田看守所嗰邊嘅。如果你暫時冇咁嘅時間呢，亦都懇請你喺我哋嘅義工手上接份單張，跟住上面嘅 QR code 可以參與呢一個要求釋放12港人嘅國際聯署。希望各位將軍澳嘅街坊，如果你哋有2分鐘時間，可以請你哋埋嚟我哋呢個街站呢一度呢，寫一張明信片寄上深圳嘅鹽田看守所，既係對手足嘅支持，亦都係對呢12位手足嘅家屬佢哋嘅一個鼓勵。更加重要嘅係，就係針對鹽田看守所嘅一個資格，希望咧佢哋唔可以用一啲不人道嘅方式去對待而家我哋俾人秘密關押緊，係冇律師可以幫到佢哋。香港政府亦都拒絕去提供協助嘅呢12位香港嘅手足。好貴啦，係阻你幾分鐘。係，請問係邊間嘅？介唔介意做個訪問？唔介意，係。不過我哋使唔使企埋喺耳邊啊？好，你揀個位置啊。我費事塞住路啫。冇問題。你使唔使褪埋啲？揀啱就得㗎啦。我拎住咯，好冇？冇問題㗎。係。係咪 live 緊嘅呢個正確。 ？OK。OK，何桂蘭。係。今日咧，你簡介下而家嘅活動先。係今日咧，我哋係嚟到將軍澳站呢個擺街站啦。其實都係繼續收集緊大家嘅明信片，希望咧聚集咗幾萬個香港人嘅力量，可以一次咁寄上深圳嘅鹽田看守所，亦都即係而家12位香港嘅手足俾人關押緊嘅地方。係。咁樣
你對於港府咧應對咧呢12位港人被扣押喺深圳咧，佢嘅做法、佢措施咧，你有咩評價？其實我哋見到呢12位手足嘅屋企人呢，佢哋真係非常之努力嘅。咁但係佢哋一開始去揾入境處嘅時候，入境處俾佢哋嘅回應係咩呢？就叫佢哋自己打上深圳嗰度去問。咁大家都知道打上深圳去問嘅機會好微㗎啦。咁但係當12位家屬排除萬難請到一啲喺中國嘅律師去幫佢哋去看守所去要求探訪嘅時候，呢一啲律師係一次又一次咁樣俾看守所嗰邊灑走啦。無論係看守所，無論係公安局，無論係負責處理官派律師嘅法援處，其實佢哋都係不斷將個波推嚟推去，咁令到家屬所聘請嘅律師呢係冇辦法見到當事人，亦都冇辦法知道而家我哋呢12位手足喺看守所入邊究竟係個乜嘢情況。咁但係喺中國嗰邊遇到呢個困難，咁家屬好勇敢咁樣企咗出嚟要求香港介入，但係林鄭已經3番4次咁樣講。嗱，我要重申係一個經常強調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經常強調法治精神重要性嘅林鄭，佢對於我頭先所講呢一啲情況，甚至係30幾日毫無音訊嘅呢一啲情況，林鄭竟然話呢大陸咁樣嘅處理手法係恰當嘅。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呢，每一次談及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哋都見到其實佢係配合緊中國公安，係講緊大話。譬如佢19號講話，佢已經知道每一位被捕嘅手足都有2個律師去代表。咁但係呢一樣嘢，家屬嘅律師喺深圳市嘅法援處，亦都係即係處理官派律師嘅嗰個部門去問嘅時候，問出咗完全唔一樣嘅結果出嚟嘅。咁李家超無論佢事前知又好唔知又好，佢都係講緊大話，呃緊香港人，同埋幫共產黨喺度粉飾緊太平，係希望盡量壓低呢一件事嘅關注度，就呃香港人話其實12位手足已經有律師代表㗎啦等等。而事實上根本就唔係咁樣。而我哋見到家屬去報警，因為越嚟越多人去質疑，其實中國當局公佈嘅嗰個拘捕地點係咪一個準確嘅地點呢？咁如果真係有咁嘅事發生，佢哋可以攞啲雷達記錄出嚟，或者當日8月23號早上真正嘅拘捕地點嘅記錄出嚟，去證明俾香港人睇，呢12個香港人唔係喺香港水域入邊俾人夾硬咁樣擄走。但係我哋見到香港政府係一直迴避緊呢一個追問，直到家屬去向香港警察去報案，係希望佢哋可以調查嘅時候，香港警察對家屬嘅反應就係叫翻佢哋揾入境處，同埋係繼續迴避關於到底佢哋呢12位香港人係喺邊一個海域嘅地點俾人拉嘅呢一個疑問。咁我見到佢哋不斷咁樣喺度掩埋一啲事實啦，不斷喺度敷衍家屬，甚至係點啲家屬啊，所以你講句，即係經常將法治掛喺口邊，但係就要求家屬去接受共產黨派俾佢嘅官派嘅律師。係個情況就好似律政司會幫暴動案嘅被告點律師俾佢哋去代表一樣，係咁荒謬嘅事情。咁所以可以見到香港政府根本完全冇心去幫家屬，亦都完全冇心去理呢個案件。佢哋由發生到而家，每一句基本上都係幫緊共產黨講大話，去配合佢哋嘅。係咁啊！關於呢件事情咧，12位港人係喺深圳度嗰個事件咧，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咧就早前回應呢個事，佢就話因為咧就反逃犯條例，咁就通過唔到啦，就不能夠引導佢哋翻嚟香港。你覺得點睇啊？我覺得呢個講法其實真係好蝦香港人咯，因為其實過去1年大家反送中有咁多人企出嚟，大家就係正正睇得出政府推出逃犯條例修訂嘅呢一啲藉口，其實最後真係立咗條修訂之後，佢一定會用嚟反咬香港人嘅。咁到底有咗呢一個我哋俗稱嘅送中條例之後，究竟係送咗中嘅香港人引導落嚟容易啲啊，定係佢哋直接將更加多有不同政治意見嘅人直接送上大陸係容易啲呢？咁所以我希望香港政府唔好再用啲咁低質嘅講法嚟欺騙香港人，佢哋亦都欺騙唔到。唔該晒你，何桂蘭。係。